昔日旺角彌敦道曾經矗立住一間吸引人嘅大型百貨公司大大公司。呢間公司每個星期日會有8折優惠，吸引唔少家庭嚟購物。大大公司嘅創辦人楊虎生具有精明嘅商業頭腦，識得利用廣告吸客。無奈嘅係1982年香港前途談判問題，令香港嘅地產同股票市場受到衝擊，擴張得太快嘅大大公司亦受到影響。佢哋由於欠落銀行太多錢，到1984年已經資不抵債，債權人匯豐更將大大公司餘下貨品喺各分店作清貨大特賣，吸引咗好多香港市民排隊搶購。當年佢哋成個月都係清貨大減價，每朝早喺公司門口都排長龍，連大門嘅鐵閘亦都被逼爆。大大嘅失敗更提醒我哋，再優秀嘅個體面對住歷史級數嘅巨大洪流，亦都難免會受到衝擊。有時優秀同創新如果變成過分嘅自信同盲目嘅擴張，或許將導致更大嘅失敗啊！